位，老友記坐定定。今日 Uncle Wong 拆解呢個糖循環過程，包你聽一次就明。就先講葡萄糖轉肝糖嘅過程。食完飯碳水變葡萄糖入血，血糖一升，胰腺就會派傳令兵胰島素出場。胰島素會叫肝臟快啲開倉收糖，肝臟就會將多餘葡萄糖打包成肝糖存喺倉庫入面。呢個步驟叫糖原合成，好似將散紙放入銀包咁方便儲存。當肚餓血糖低，肝臟又會將肝糖拆翻成葡萄糖，保證身體有電油。呢個平衡真係好精妙，但呢個平衡一破，就會一路滑向糖尿病。首先係高血糖預警，如果成日食糖水、蛋糕、葡萄糖入血太快，胰腺要狂產胰島素先應付到。長期咁樣，細胞會對胰島素脫敏，即係鎖頭生鏽。胰島素呢把鎖匙開唔到細胞道門，呢個叫胰島素抵抗。葡萄糖入唔到細胞，喐喺血液度就成咗高血糖。仲有更麻煩嘅，肝臟呢個倉庫會亂晒套。正常胰島素會叫佢收糖，但胰島素抵抗之後，肝臟聽唔到指令，反而不停將肝糖拆成葡萄糖入血，簡直係雪上加霜。血糖日日爆燈，長期落去會蝕壞血管、眼底同腎臟，嚴重仲會有視網膜病變、手腳麻木等併發症，慢慢就發展成糖尿病。Uncle Wong 提提你，預防糖尿就要守住糖平衡。少啲精製糖，多啲運動，幫身體維持胰島素敏感性。如果已經高血糖，千祈唔好拖，聽 Uncle Wong 話調理先得。有好嘢幫到你，歡迎留言俾我，唔使客氣㗎。